癌症係人類頭號殺手，時代越文明，患病嘅人數就越嚟越多。因為癌症而引起嘅社會悲劇，喺報紙上面時有所聞，令人聞癌色變。可惜醫學上仍然冇徹底醫治嘅良方，令人無奈憂慮。泰山功德會係團結社會各界、貢獻愛心、一齊對抗癌症嘅慈善機構，希望喚起世人對癌症嘅關注，推動治病救苦，為癌症病人提供生理同埋心理嘅援助。泰山功德會1991年成立，係香港政府註冊非牟利慈善社團。陳會長本住醫病救人情懷，出錢出力穿梭中港台三地，聯合醫學機構同埋專家舉辦治癌研討會，同埋邀請中西醫專家開辦中醫慈善門診部，免費為廣大嘅病人診治。15年嚟，醫人無數，深獲病人嘅讚賞，更受到中國衛生部、台灣、香港好多醫學機構同埋大學嘅支持，開展好多醫學研究同埋社區嘅防癌宣傳教育。我翻到嚟咧，泰山功德會咧就好開心嘅，佢哋個個咧即係好友善啊，佢啲眼光真係好友善，互相交流啲心得，知道點樣先為之會令到你嘅病咧盡快同埋一路係咁好落去。咁後邊嗰個希望榜咧，咁我哋發覺咧就好多癌症嘅病患者康復咗之後咧寫啲感謝信嚟。多年嚟，泰山功德會本住癌症病人就係自己嘅親人，免費為全港廣大嘅癌症病人做咗好多醫療義診同埋心理關懷，例如復康交流、生日會、手工班、氣功班、關懷分享等等嘅愛心活動，真正將泰山功德會當成係病人嘅大家庭。今日我哋同喺一個社會，就係一家人。癌症病人就係我哋嘅親人，希望大家發揚愛心，支持泰山功德會。而患上咗癌症，又應該點樣自處？用乜嘢嘅心境去面對？患咗癌症嘅朋友咧，佢無論喺醫療方面咧，喺生活方面咧，同埋保持健康方面咧，都會遇到唔少嘅困難嘅。俾癌症病人有一個信心，繼續生存落去，呢個就係相當有意義㗎。